Hello，今條片同大家去分享八字嘅互相影響。有一個學生私底下就同我做一個分享，佢就同一個佢心儀嘅女生告白，結果就俾對方拒絕咗。咁我呢個學生嘅八字其實佢嘅財星係冇問題嘅喎，點解依然都會有呢一種結果呢？果然一睇對方嘅八字就係處於破軍嘅情況，所以佢告白係冇辦法成功噶。從呢一件事可以發現，我哋喺批命其實係有一個盲點噶，就係全世界只有我有八字，所有嘅人都要照住我嘅八字嚟行。事實上，人人都有佢自己嘅八字，並唔可能事事都如你所願。當一件事情牽連到他人嘅時候，呢個時候就產生咗所謂嘅碰撞、干擾，亦即係你要考慮到別人自己嘅八字呢一個時候處於咩狀態。例如你揾工作，你嘅官運好，別人嘅官運亦都好好，可能係更加好，所以就產生咗競爭，並唔係你嘅八字好就一定搶到。相信大家都知道乜嘢叫做既生瑜，何生亮。我個人認為批自己嘅八字固然重要，但係其實咁樣都幾粗糙噶，因為別人亦都有佢自己嘅八字，八字係會互相碰撞干擾，並唔係所有嘅事情都會照住我哋自己嘅八字運勢發展落去。所以從實務經驗顯示，批八字佢唔可能係100%準確，因為有啲事情嘅發展會因為別人嘅八字影響而無法成真。如果我哋批命有7至到8成準，咁樣就已經係非常厲害啦。拜拜。